地方文化的消息，咱要来关心的是嘉义县朴子的创生团体，邀请到非洲来的交换学生，用因的音乐甲台湾民间的传统的八音来互相交流，演奏新明星的调。带队的老师是讲，会当接触到在地的生活，无论是对在地的时代，也是讲即个外国来的交换学生来讲，拢是真特别的体验。 社区的时代演奏传统的乐曲，下骹来自非洲的交换学生，嘛对着音乐来震动身躯。这来自非洲的交换学生，22载时来到嘉义县的朴子，甲在地的时代做伙用音乐来做国民外交。咱的八音就是古早台湾的本土文化，因这是未来的青年，咱青少年迎亲共融嘛。很开心，因为我们来这里跟阿妈、爷爷。 一起有音乐比赛，然后有非洲鼓，所以他们很开心，我们也是很开心。除了音乐的交流，这学生嘛替在地时代准备因非洲的料理。地方创新的团队讲，时代逐礼拜拢会来这聚会，透过这个机会，让时代会当有无共的体验。袂歹食呢？安怎讲有袂歹食？因为安尼Q 感安尼，感觉袂歹。哦，他们是交换生来台湾这边就读。 那刚好我们本身有一个八音的文化，哦，那透过这个机会，刚好可以跟非洲的音乐来做一个交流。真好的机会吼，会使跟咱台湾的朋友，跟咱台湾的时代吼，做伙交流啊，互因会使了解咱台湾的文化。带队的教授讲，这学生嘛是来自农业的国家，进前有去一寡农村交流，头摆用音乐的方式来认识台湾的文化，对这外国学生来讲，嘛是一个真特别的经验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